代替的高雄三地厝车头最近传出讲有家友长期占用车头的设施，甚至困伫咧无障碍便所内面，造成旅客困扰。代替表示讲，明年会请保全加强巡逻。那这社会局也讲，家友中心会当提供各种服务，只是讲这家友内大意愿无关。代替高雄三地厝车站看起来新点点、介现代化，无障碍的便所看起来嘛真新真快。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讲，有家友长期占用便所，伫咧遮洗身躯，甚至着困伫咧便所内底，就连提供予旅客紧急使用的充电区，插座嘛去予家友占条条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处理。过来啊，过来，嘛是当来遮充电的啊。哦，有当时会叫警察啊，但是无限个啊。我也无其他的原因，伊无再来甲我判。平常时做山工的家友表示讲，这搭车站有水电，佮有网络，因若想要休困，就会来遮。不过车站便所互占用，民众认为会影响到旅客。代替是回应讲，按算12月底会请保全加强车站的巡逻。根据高雄市社会局的统计，高雄有登记的家友300人，其实因有2个家友服务中心提供因食甲大，嘛会倒替因找工课。不过要是有家友甘愿四界找所在困。他今天下午就是预计要过来面试啊，看有没有那个住民有意愿要做工作的。其实阮拄到迄外口的家友，因足大部分就是讲，伊要离开伊较熟的所在，伊这是较困难的。因若是有需要的时阵，我嘛会想劝导伊来遮住，啊，可能住到一段时间啊。伊可能家己会使找到工课啊，家己会使找到所在通住。社会局表示，今年家友就业自立计划辅导63个家友顺利找到头路，因卖派志工到社区协助家友量早返去社区过生活。记者柯昭荣高雄报道。